我要讲我的故事。拄则你看我行出来时，我的脚无好势，你可能有真侪人知影我脚无好势。我18个月时阵，我出世了18个月，我得小儿麻痹，所以我其实我的人生感觉因为即个小儿麻痹变做黑暗。总是我的人生因为有我的救主，我正做光明的囝儿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伫30几年前，我是人医音乐系毕业，我希望我会当出国读册。阮兜甲我讲，莫啦，咱转来咱故乡开一个雅马哈音乐教室就好啊。我的爸爸一直甲我诱拐，讲你若转来，你紧转来，阮故乡带水里，你紧转来水里，你若转来水里吼，爸爸甲你开一个音乐教室，你会趁钱趁死。我爸，我若趁死，你嘛无好处，敢毋是？为什么要趁死？我爸爸一直爱我转去，我甲我妈妈讲，妈妈，我吼有很大的抱负，我有真大的抱负，我想要去外国读册。我妈妈听讲外国读册叫做啥物？因为阮做田人，阮兜住水里，我毋知影出国是踅到啥物型，所以我甲我妈妈讲，我要出国读册，伊讲囝出国，是啥物出国？我讲我想要美国读册。我妈妈开始甲我装钱，我爸爸拢毋知。到尾了，我妈妈装袂出遐济钱，我甲伊讲爱30万。我妈妈讲我做田人也毋捌看10万，10万毋捌想啥物款，我都毋捌看过。你迄30万，我是要安怎来啦？甲恁爸讲，我毋敢讲，因为爸爸会叫我转去，爸爸会叫我转脚开音乐教室。我妈就甲我爸讲，我爸讲，你转来，你甲我讲，你的目标是啥物？你的意向是啥物？我若干那甲我爸爸讲两件事，我爸爸去借钱互我读册。我讲爸爸，我读册读到新人医毕业，我幼儿园感觉还无够业。我若是将来要为上帝做工，我希望我会当读较济，将上好的献给上帝。那第二个就是，我希望我读册毋是干那会当伫咱教会内面读师尔尔，我希望我会当行出去社会，做较济社会服务的工作。我爸爸一直安尼借钱互我去读册。第一个爱真心真力真诚真意服侍上帝；第二个爱努力打拼服务社会。我爸爸深受感动，就去借钱。我要出国的时阵，我的爸爸妈妈讲，我来送你去机场啦。阮爸爸妈妈伫我来台北读册10年，读5专，去读4人医，佮做工课1年，拢做10年。别人看过我，伊毋知安怎来台北。伊竟然甲我讲，我来去机场甲你送啦。我讲爸，恁都台北都袂晓来，你不要去机场送。伊讲我家己会晓想办法，伊就来送我第一头前工就来到台北找阮姐姐遐。去机场，我的妈妈真感觉真在苦心，但是呢，你看袂出伊的艰苦，你敢若会看到伊安尼种毋甘安尼。要出关，我的爸爸妈妈甲我讲，囡仔来，同齐祈祷。阮祈祷了，我的妈妈甲我讲一句话：我将你平安交予上帝啊！我袂当阁甲你带啊，你毋免阁我靠阮啊！你当会当我靠的是咱伫天顶的上帝。无论你到倒位，心安然自在，倚靠上帝就好。我倚靠即句话，心安然自在，倚靠主。我一直到今仔日，我拢感觉还阁足受用，还阁真好用，因为咱的主爱咱心安然自在来倚靠伊。当你有忧伤，当你有艰苦，当你需要安慰，伊拢伫遐。好无？第一首诗歌，甲你分享即首。感动过我的诗歌，我要对伊兄弟讲，我因为有上帝，我心安然自在。咱用即首诗歌，同齐来学咱的主。兄弟，我今仔日毋是要来表演，我真希望讲你会当教我同齐唱。等下后哈利路亚，你嘛大声唱，好无吼？所以你毋免等我唱了，你才想我拄则来无甲你唱，安尼好无？吼，所以等下哈利路亚，无得听我来听你唱足好，我会甲麦克风付互你哦。好无？吼，特别是圣歌队，今日唱得真好，感谢主。咱要将咱的歌声好，好咱的主，希望咱的上帝，即时
注
写迄个直头药注来了，抓着我的骹甲手，上帝，伊一定爱医治我的囡仔，我愿互我的囡仔歹骹，我要将伊将来会当互你的日子拢献互你，若是你愿意救伊，14点钟，伊变做今仔日的我，我的手会弹琴，我的骹还会行路，我毋免举拐啊，我甚至毋免坐轮椅。你的心中有真想要讲哈利路亚，俄罗斯哦，阿妹，感谢主。我今仔是一个活活的见证，我要来见证上帝，只要你记得我的性命就有来。我要从耶稣，咱的上帝放伫咱的心内。我的姐姐13年前，无意中就过身，安尼困困的就走去啊。我嘛毋知为虾米，我拢毋知。我的妈妈真艰苦心，我本想讲我的爸爸足侪年前过身啊。我的妈妈甲伊叫做相依为命。伫即个过程，我的妈妈感觉至少伊活咧80几岁活咧，人生也够有意思。至少这会当互伊顾，逐工佫会当家己摕饭好食，袂到走去。我的妈妈看会出真艰苦心，但是所有各个小福用了，我就逐工拢敲着我妈妈。妈，好势无？有好无？我听我妈妈的声拢足安尼足好势感觉。我心内想讲，我的姐姐嘛甲我足好，我无遮尔艰苦心啊！你家饲60年，我无相信你都袂艰苦。我妈妈会当安尼，含我揽咧，咱同齐哭一下安尼。我转去找我妈，我妈，我甲你食饭，我要甲你谈心事，要甲你讲心内话。我妈讲，哎呦，你遐无用，毋免啦，你去做，上帝工作济当做，你毋免烦恼我。我袂使，我即顿饭一定要甲你食。我转去甲我妈妈食饭，饱了，我讲一句话，我妈，等者，转去上帝遐，你都会晓讲伊转去上帝遐，我要甲伊讨啥？我外国我会做，每一工吼，逐工夜暗，我拢读一大圣经，一周2周嘛好，我读8月2的圣经，我读了，我就转去啊。我无去想着你的姐姐伫上帝遐，还佫需要我烦恼。我每一工仰望我的主过生活，我毋免烦恼，我无忧愁。但这，我的妈妈甲我讲一句话了，我感觉，哎呀，咱的信仰真正是无够赢。咱为什么无掠这做倚靠，掠这做烦恼要创啥物？掠即个活人去上帝遐，咱永远袂放心。咱的时间，咱的日子，拢伫即个悲哀内面，有好处无无好处啊。咱知影伊伫上帝遐上好。我妈妈甲我讲，这上帝将你的这伫上水的时间，放伫上水的位。所以咱每一工要倚靠咱的主。仰望咱的主过生活，你敢知我妈妈逐暗拢是差9点就困啦，9点。88岁的人，你想伊9点困，伊看几点就精神啊？3点半，4点半。我妈妈甲我讲，我9点困，我6点才精神。我无相信，我当伊甲会困不人暗，拢比我较好困。上大就是我靠着上帝的话啊。上帝话，逐工读了，哦，我会当处甲足好势。上帝话激励咱的人，激励咱的信仰，激励咱的心智。咱哪会着为着明仔载要穿啥，要食啥物？咱的囡仔走去倒位，咱的烦恼。我妈妈是我信仰的前辈，互我足大的帮助。以后讲，咱仰望咱的主，咱的性命就感谢。咱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主，我仰望你。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内面，我拢要感谢，我拢要学乐。听这等下若有，我感谢，我学乐，爱学起来哦！你要甲我唱哦，好无？同齐来，用这首诗歌对咱的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伫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，我拢存感谢心。我对你讲，你就是我的帮助，你就是我的贵人。我要献上学乐，甲感谢主。我仰望你。我嘛向这咱对这诗歌内面，咱同齐学习安怎倚靠，安怎面对主，安怎互主充满，过着有信心的生活。主，我仰望你。主。
咱唔免惊歹势，伊上帝电灯内面，咱同齐用诗歌来学落伊。
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晃，咱同齐来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晃，伊是创造万变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摇晃，世间万变拢着落伊。春夏秋冬四季变换，咱的滋味是每日在看顾。伊若天若落雨，开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也最欢迎你我同齐进入上帝殿献诗歌，用咱的心神来学落咱的主，愿上帝圣情引带咱每一天的生活，互你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较精彩，一天比一天更较有快乐。咱的主陪伴咱无孤单，咱会当用诗歌来学落伊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，伊是创造万变的主宰。哦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，世间万变拢着落伊。春夏秋冬四季变换，咱的滋味是每日在看顾。伊若天若落雨，开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咱大家来到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四季变换，咱的滋味是每日在看顾。伊若天若落雨，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伊若天若落雨，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落耶和华。每一摆我唱这首诗歌，我就提醒我家己，我的心要学落，我的心要感谢。哈利路亚，安尼。今日我带来一个简单的题目，要甲你分享，这叫做受恩甲献愿。啊，咱中文的台语的圣经写谢你的愿。啊，这我拄则有甲你讲过，我伫个医治我的骹的过程，我的老母真辛苦，总是我的妈妈无怨叹，靠着祈祷，靠着信心，互我成做受恩的囝儿。你敢知影伫即个我的成长过程，细汉的时阵，我拢足悲观。我每一届若互同学，也是互厝边隔壁的囡仔笑我摆骹，有当时我咧佚佗，摆骹啊，你摆骹莫来，你莫来啦。我的心就艰苦，我就一直拼到哭。我的妈妈甲我讲，不要紧，咱莫算，咱甲勤弹好就好啊。你勤弹好，以后你会当学落上帝。我听袂落，上现实的就是我摆骹啊，我大气要创啥？你甲我讲，我要学落上帝创啥？在这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真是爱感谢我的老爸老母，将我的信仰一步一步牵伫伊的手的边啊，甲伊牵到上帝的手的内面，互我会当过着一个信仰的生活。我
我真是感受着我是受阮的囝儿。每一摆我老爸老母看到我伫咧目屎，伊就知影我被人欺负，还是我听着无应该听的话，我就哭。我爸爸妈妈甲我讲，全世界人人拢无爱你嘛，不要紧。我甲你讲，爸爸妈妈上爱你。你看我爸爸妈妈什么年代啦？伊搁会晓讲即种话，爸爸妈妈上爱你，便表示上帝搁较爱你。你只要真心真力服侍上帝，你的人生袂吃亏。你只要真心真力为主做工，跟对主，上帝要互你福气大拿天，好像大拿天，听拢无。但是当咱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，慢慢感受。正正，咱每一天靠着上帝稳定的生活的时阵，咱正做光明的囝儿，上帝照光咱的路的囝儿的时候，咱的性命无搁再伫黑暗中行路。咱靠着上帝的稳定的过生活的时候，咱就无搁再是正做一个悲观的人。差不多经过足侪年，我去美国读册，转来我开始想，我真正敢有即个才调讲安尼装骹囡仔摆骹，会当走到美国去读册，特别一个装骹囡仔，就要去美国读册，就无可能啊！特别我走去纽约市，全世界上大的都市，当初是要申请时，足侪同学讲，买啦，这边啦，那个小的学校就好了，去纽约跋倒啦。我想着上帝，我若要互遐落你，我要从上好的来献互你，我绝对要读去纽约市的学校。但这我感谢主，我伫纽约市生活15年，读册教册。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感受到上帝恩典无限。每一摆你欠亏时，伊甲你补偿；每一摆你悲伤时，伊就甲你安慰；每一摆你需要伊的时，伊就供应你所有的需要。我去教会的时阵，我敢若早少少的钱尔，少少的钱叫做10000美金。去学校注册了，剩5000块。迄10000块变做一个安尼，开始心足着急。教会知影我音乐系，教我这面行，迄指挥老师多早期的，你若要来指挥，咱哪会知影上帝甲咱安排更简单的需要，就安尼。我嘛毋知影讲教会。这个机会了，过一个月，刘老师来讲，这面行这讲要互你的啦。我讲这啥？拢无讲啊，咱想讲留学生去啊，会当互咱训练机会就上好啊。上帝供应我的需要。到尾啊，一个刘老师来讲，这面行我有一间厝空空伫遐，你敢要住？哪有这种代志？我越头一想，你若愿意为主做工。上帝要将一条最大条路开互你行，行甲顺遂。伊无要互你踢着石头，伊无要互你踢着铁板。感谢主，我开始想，我过去的日子安怎过，互人笑的日子安怎互人笑，总是稳定有缘一直陪伴我。所以到40几岁，我转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接到的第一通电话，竟然是一个牧师，加牧师打电话。这边啊，听讲你转来哦，牧师你也知我转来？拜托，我著风声就透到我的耳朵啊！你敢有想讲要来甲我同工啊？牧师你伫对？伊讲无啦，我遮就是工在做工课，你敢会当来为阮的遐个受刑的人唱歌一下呢？我讲好啊，我去。也这，我住板桥，我知影讲要去对，要去台中。听一个头壳拢昏去。想哪有法度？迄阵还佫是哪样教册？我大概所有课拢超出足侪工诶。拜五，我就走去迄个台中，去知名度就打开啊！比监狱嘛知名度，你敢知？我知名度就打开了。你敢知影？女主干啦，我有这说唱团，有30个优秀的女生，无你来教好无？听这。我毋知影，我嘛毋知影教是啥，可能是教就像咱教生活对咱咧尔嘛。结果呢，一去才发现拢是女的，你是监狱有女的敢是？拢是女的，大家人目睭拢咧，因为因拢毋捌看过男的老
师，你是第一个教音乐的男老师。我们那个积分达到的时候，多开心！你敢在30个人，我们好开心哦，有男老师，我气氛就认真呢。但是每一个人，互我发足大的激励，我感觉讲，咱摆卡行路无足好看嘛有人要看；头壳秃头嘛无足好看嘛有人要看。你无感觉上帝恩典这么大吗？上帝恩典就是咱的身上，互咱的身躯会发光，迄光照落人就看你啊！我感谢我的主，我会当伫迄个当袂当去的所在去做工。也即近一家伊互我一个牌啊，写迄个教诲师，上面教诲师头一讲两字，前一面看到这牌，老师好，建餐呢？建餐来甲你敬礼呢？你到有迄建餐来甲你敬礼呢？你伫路边拄着建餐，建餐是甲你开单好无？建餐到我来讲，不好意思，别走了，你歹势你违规你安尼，无吧？逐个人，老师好，我帮你开门，过一关，你别过一个，老师好，过来过一关。我想讲，你看囡仔拢知影，我是老师，甲一个因叫主管，建材的主管，甲人讲，因咧拢嘛咧讨论你，讲你教了偌好咧，唱偌好咧，因逐个拢偌爱你教咧，因这有足侪时阵，咱感觉咱看无咱家己，咱看无起咱家己，总是上帝看会起咱，因为咱是上帝手中的宝贝。不管你生到什么款，不管你的才华什么款，不管你的富贵什么款，上帝手中的你就是宝贝。阿门。我无搁再看无起我家己，我无搁再因为我行路无好势，我感觉不足，我感觉艰苦，感觉失志。我想着上帝，这个时阵是我应该写我的愿的时阵啊。无论搁较偌济，什么所在，你爱我去，我拢去。我辞掉新人的工课，我开始做教育的事工。我开始去学校内面甲囡仔讲话。我去教会学校，伫甲囡仔唱歌的时候，迄囡仔嘛走来讲：老师，我好喜欢你的歌哦。我那时讲卖歌，毋是讲老人的歌吗？我这个调就是老的调啊。伊讲老师，你那个歌很有意境，然后你唱歌很有感情。我说哦，本来是安尼，不是我歌写的很好，有啦，很好听，可是又比较老调一点。我说哦，安尼我知影。没有想到年轻的孩子，伊嘛会介意讲听咱的学咯。但是当咱的人生在实际的当中，伊有通袂一直咱的主悠远牵你的手。所以这当我伫写我的愿的时候，我就来想着上帝，我伫遮，你找我。虽然我行路无好势，我摆卡，我进入大家，迄个副典狱长在带你路，电座来行，一直行到紧嘞，咱行到咧等于个喘气呗。开始，一直开始，喘到要死，来因袂喘，行到大家都袂喘。上帝互你的贵单是超过你想象的。敢若亲像上帝互你的恩典，嘛是超过你所想所做会到的。感谢主，兄弟，当你感受上帝伫甲你伫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充满着贵难，你毋免烦恼，你毋免忧愁。有一摆我去迄个报道，我伫台顶我讲，你着来信耶稣，因为伫外口野外布道，你着来信耶稣，信耶稣了，无烦恼，无忧愁，逐天拢快乐。咱听着足贵难对无？真热的节目，主导来讲，老师，你敢拄则伫台上讲毋对话啦？我讲毋对话哦，对啦，毋是恁来信耶稣就无烦恼、无几啦，逐天无烦恼、无忧愁，逐天拢真快乐啦。对吼？为什么？咱信耶稣毋是就无烦恼，就无忧愁。你有烦恼，阁有忧愁啊；你有烦恼，阁有烦恼啊。要安怎？活靠主。咱将咱的重担，互咱的主耶稣抬，毋是咱咧抬。当咱咧艰苦的时候，主耶稣来甲你揽，毋是你敢若忧愁伫遐咧哭，咱的主要安慰咱。所以你看起来问题遮济的时阵，咱就来写咱的愿，咱来行咱的愿。行愿要安怎行？啊，上帝，我伫遮，我有愿活，你互我健康的身体，我还阁伫遮。
我要来为你做工。你有啥物所在，我会当做工无？有啥物团体，我会当服侍无？因此，咱的人生要活伫受恩甲幸运的当中，毋是因为你愿意，乃是咱的主先疼你啊。所以你甲主讲主，我愿意，你应该讲主，我愿意才行。咱的主先疼咱来回应咱的上帝疼命命。但是你做会到，你甲我同齐人，无论你的年纪偌济，足侪人讲啊，老我懂，老了才会当正做少年学习的对象。感谢主，咱就要变少年，要唱无共款的歌后吼，啊你若第二场你摆做人，你来听我唱歌呢？你已经教室爆满哦，应该会爆满。我要唱无共款的歌，我要甲上帝上帝，我食你找我要来献我的愿，我要来谢我的愿，因为你过去安怎照顾我已经拢知啦。感谢主，兄弟，袂当用这个时间甲你分享，总是毋望兄弟你知影，恩典为天父上帝遐来，咱就回应上帝听。所以毋望其他是，你无白白坐伫遮，乃是你知影，搁安怎搁一摆照亮数算上帝恩典，互咱的日子将来会愈来愈好。感谢主，咱三个暗号祈祷。听我来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阮知影，过去的日子有主你的恩典充满，将来的日子主你也有缘赐予伫阮中间。愿主你保守阮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伫遮徛起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福气满满，互阮的性命，互阮的健康，互阮的对力，拢对主你遐来，充满着喜乐、健康。照顾阮对其他日到伫永远，愿主你继续保守，安尼甲阮祈祷，靠所祈祷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年长老我还不人，我甲你讲，我目睭一闭，我看到你，我就想讲回了，我袂记甲你讲，你原来坐车，我才会看到你跳舞呢。对啊，牧师也不见了，我不能休息，我那个手了好，虽然无这个时间。好，我们就紧来跟你分享一个，因为我带，我逐礼拜拢去看我的妈妈，我逐礼拜拢去看我妈妈，我看我妈妈咧看病，我妈妈88岁啊，回来等于来看，伊拢咧看病。我妈有电视你也来看，无爱啊，迄讲语拢听无。我有台语啊，台语无好看，迄8点档迄无好看。我讲无你安怎？因为我著读圣经读了，我著困啊。我无妈，我教你跳舞好无？伊讲无爱啊，下边看边讲。我迄我的歌呢？我的歌教你跳舞好啦，你的歌好啦。我的歌就是代表着无老的歌，而且你可能唔知我古早写流行歌，我妈妈无爱我写流行歌，甲我祈祷我的手机拢是倒去，所以我妈妈甲讲你写过300条。迄度的歌，足好听的歌，流行歌，我嘛袂甲你听啦。你若会写一条网络上帝的歌吼，我的心就真感谢咧。我讲妈，我写迄个教会歌啊，你爱来教我跳舞。我妈妈吼，二话不说，第二句拢无别人教我跳舞啊。我最近在跳一个恩典舞，就是我为教上帝、教妇女团提来的。所以你嘛兄弟，你对我。咱一首歌足简单，叫做《咱着笑眯眯》。咱着笑眯眯吼，迄个笑是安尼，一个笑容。你甲我当作比一个笑容，咁好来。笑容、笑容，安尼吼。来，第三个，就第四个就笑容。个第两个，转来就安尼。来，无论拄着啥代志，因为你看得出来哦。我要两一下，然后两下交叉。咱着笑眯眯，讲笑眯眯。咱的耶稣要爱你，咱的耶稣会带你。死拢是死的吼，你若有担当，头前看无路，咱的耶稣会甲你带你。咱的动作好无？有当时吼，咱的人生有当时有艰苦，咱的忧愁安尼如雨下，咱亲像目屎。我徛的吼较好，你袂当，你等下袂当徛起来哦，你拢袂当徛起来哦。因为我这个舞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做作舞。坐咧，你甲我坐咧跳舞就好，你莫徛起来哦。你敢知我教上帝有妈妈讲，老师啊，你这
真舞足好个呢，我拢毋免徛徛，因为我骹头袂当徛。我讲上帝啊，那我要做啥时阵，你著安尼帮赞够好诶，所以跳我足开心诶。所以我也不嘛，咱用即首开心诶歌，甲上帝讲上帝，因为我有你，你替我摆避所有一切困难，我诶心就欢喜，好不好？所以单初心，咱紧徛倒来，来去上帝遐来去教会上帝安慰，安尼，好无？大家来，咱着笑眯眯，你要对我哦，毋好徛起来哦，吼。预备，开始，对话。先前奏。让你的人生闪亮亮。咱着笑眯眯，逐天笑眯眯，无论遇着啥代志，咱着笑眯眯，逐天笑眯眯，咱的耶稣的爱，万福伊那相信的人，就来亲近伊的慈安慰，伊若有当那路径看无路，咱的救主在甲带路。咱着笑眯眯，咱着笑眯眯，无论遇着啥代志，咱着笑眯眯，咱着笑眯眯，咱的耶稣的爱，万福伊那相信的人，就来亲近伊的慈安慰，伊若有当那路径看无路，咱的救主在甲带路。你也在对我请哦。咱着笑眯眯，逐天笑眯眯，无论遇着啥代志，咱着笑眯眯，逐天笑眯眯，咱的耶稣的爱，万福伊那相信的人，就来亲近伊的慈安慰，伊若有当那路径看无路，咱的救主在甲带路。万福伊那相信的人，就来亲近伊的慈安慰，伊若有当那路径看无路，咱的救主在甲带路。伊若有当那路径看无路，咱的救主在甲带路。哈起来，哈哦，感谢主，咱就咱跑三个月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咱的主爱咱的生命是活法，好超过活法。你轻松振动，咱的主爱咱健康的身体，有喜乐的心灵。所以这首歌甲你分享，也希望咱后一摆吼，咱规教会的人拢去海边遐快闪。跳这条舞，你无感觉好吗？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我甲你讲，你互我真受感动。我读册时阵，我就一直感觉读水教会就是又赞又老，老婆婆的教会，你可能无办法，想袂到你听着，我的心情要乌落摇花的时阵，你的手就愿意振动，你的脚就愿意行，为咱的主振动手，为咱的主行路，咱来去海边仔遐快闪，哪有啥物？好无？诚做咱一个志愿，咱来500名去传福音，阿妹。来时间，甲你分享这个是我的时间，所以我这个推广这个恩典舞，我拢办白走。我差不多逐礼拜我都有台南台北安尼走。我无感觉艰苦，因为为主做工无嫌劳苦，所以兄弟，若是你愿意来跳，咱拢来跳，咱大家来跳甲
我伫上面嘛要跳无共款的，你若愿意甲我来，咱来跳跳。啊，听出敢若伫游览安尼袂使吼，即嘛过一场的咧，安尼不对。今仔日吼我较无客气，也无随我，咱来放一个奉献袋，为着我的经费来奉献刚好。伫你的迄个周报内底有一个，敢若是北中的迄个奉献袋，迄是再利用的吼。迄个奉献袋是为着我的事工，我嘛讲兄弟你加点替我奉献，因为我咧做时，我无财团嘛，所以我家己爱去募款，所以有诶教会嘛真支持，就讲好，老师你著你拢来，我嘛我逐年会当来啦吼。我若会当逐年拢来啦，请你拍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多谢。无论你欠偌济，拢是上帝所欢喜。我甲你感谢。嘛，上重要是你替阮祈祷，互阮无论伫干嘛内面做工，无论伫学校内面学生囡仔同好用，也是阮伫社会庙口咧做工退休，拢愿主用你听我的心，你祈祷替我祈祷的心，阮出力来为主谈福音。最后一首诗歌，我要送互你，我要将上帝平安送互你。其实阮本来最后一首诗歌是天地云顶真正大，结果头前去互你唱起来，所以我就昨暝看到周报了，我就临时改歌，我就讲无咱来换这首诗歌，真适合咱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因为咱做基督徒，咱也无惊吓，总是咱的心平安一直都伫咱中间，所以要唱一首平安。最后的一句飙高音，这乐队一定要帮我飙，好无？好。到时的时我比安尼是平安，我的手无举来吼，你唔好点去哦。所以我要为啥你唔好点去？因为我要将平安一直留伫咱淡水教会当中，阿妹，愿主赐予你平安，予你健康，予你福气。咱大家用这个诗歌来学到咱的主，愿主赐予你平安。我较爱你甲我唱，好无？真简单，你慢慢甲我学咧，来学落来做，上平安领受。我主上帝我的福乐，你命咱的尊重，你使我家前路无险险。你个赐福我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世间人望，你主听的来宾咱拢有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世间人望，愿主赐福你。平安，我要求主将平安赐咱淡水教会每一兄弟家庭内面，赐伫咱每一兄弟心中，愿主的平安，甲你三甲平地，为一时到永远。阿妹，咱当作来学咱的主，愿主赐予你平安。我主上帝我的福乐，你命咱的尊重，你使阮家前途无险险，你个赐福阮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
拢伫咱当中教会复兴啊这当中，阿妹，谢谢。愿永光归伫天边的爸上帝，即时要用感谢心来奉献。拄好有讲到这奉献地。